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在荣顺佛教频道里面要谈关于三殊胜这个题目。三殊胜呢，如果你读过巴珠仁波切的普贤上师言教，那里面就是有讲到非常细致的关于这个三殊胜的内容。但是三殊胜呢，我发现有两个不同的这个算法，但这个呢并不矛盾。三殊胜的藏文叫丹巴圣，丹巴是什么呢？就是殊胜，神圣，特别的意思。那这样的丹巴圣或者三殊胜呢，有一位印度大师叫做布达西利。布达就是佛，西利就是吉祥，佛吉祥有一位大师，他的一个著作里面有讲到关于三殊胜的内容。他的三殊胜是一般的我们经常累积功德、累积资粮的时候的基本的条件。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方式你累积的功德能够成为最殊胜的功德，他是用这个方式。当然呢，巴珠仁波切讲的三殊胜也是一样，但是略有不同的地方呢。那个佛吉祥大师的著作里面讲到的一个叫什么呢？对象。你做布施的时候，做布施的对象也会影响你的功德。第二个是什么呢？其实对象那个里面用藏文就是三巴相就是一项佛天，在中文里面也经常用佛天的这个差别。你福天不是佛天，种福天的这个福天，第一个就是福天，第二个是动机，第二个呢，你做的就是功德的本质本体。所以这三个叫做你有一个殊胜的福天，殊胜的动机，殊胜的这个本体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功德，那就这样的功德叫做三殊胜的功德，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那什么叫殊胜的这个福天呢？比如说你供养什么，供一朵花要供给诸佛菩萨的时候，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或者自己的根本上师，或者阿罗汉。比如说大涅槃经里面有一个公案，有一位居士嘛，他呢就是最后释迦牟尼佛圆寂之前的最后的那个一顿饭，反正那个世尊要这是吃的，那个就是谁能供养给世尊，他的功德是无比的、无量、不可思议的。所以这种对象，即使这个佛陀又是比较殊胜特殊的一个因缘，那种对象就是殊胜的对象。比如说你要做布施，本来他不缺什么钱，但是你还是硬要给他，这样没有太大的功德。
因为他并不是很需要这个布施的。那是什么呢？比如说今天一个乞丐，或者是他真的是遇到很大的这种困难的那样的一个人，生病也好，就是那种贫困也好，那就是你能给他哪怕是就是一顿饭，一口就是那样吃的这个饭，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德。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殊胜的福田。所以在佛经里面说自己的父母、阿罗汉、菩萨、善知识，还有就是遇到困难的那些众生特别去帮忙，那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德。所以这个就是福田，也就是对境。不同对境就是有不同功德，所以对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阿毗达摩里面也是有说了就是比如说就是自己的父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福田。比如说也有一个细节，比如说在藏地这样佛法比较兴盛，到处都可以看到佛塔的地方，你建一个佛塔的功德是不一定是很大，但是呢，这个如果众生没有机会见到佛塔的一个地方，比如说那种平皮就是这些地方，你又一直建一个十力塔，这个功德是特别特别大的。所以呢，其实是我们有时候呢这个哪里是佛法衰落的地方，或者佛法还没有兴盛的地方，我们就是有这种发心去做一些佛行事业，是特别的一个对象，这个功德是特别大的。这是第一个殊胜。第二个是动机比如说我今天要做布施，明天可能我能获得什么一个利益是真的。比如有些政客嘛，那就是可能是要到选举的时候要去做一些公益，参加一下，然后就是要大家觉得他很好，然后就是你要投给我什么之类的。那这些呢，就是动机上呢，就是非常一般的一个动机。那殊胜的动机是什么呢？就是无私的贡献无私讲起来也太高尚，有点很遥远，但是实际上呢，这就是多少你做到的这个功德，没有什么幸存，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个利益，比较单纯的只是想就是他需要这个帮忙，我就是刚好有这个能力，我就是可以帮忙，就是这种持有一个比较纯然单机那种单纯善良的一个心，再加上能够拥有菩提心，那就是非常殊胜的。所以巴珠仁波切的讲法也好，还有那个佛吉祥大师的这个著作里面也好，都一样，动机就是菩提心摄持的，也就是说具有菩提心又具有大爱，无分别。无分别是什么呢？你今天要做布施，我觉得他就是很怎么样，然后因为他是一个什么种族的原因，什么他的背景的原因，然后什么就是我不顺眼等等，然后来说我就是不想给他布施，我可以给其他人。有这种分别的时候，那不可能拥有大爱和菩提心。所以就是菩提心就是具有一种这个平等的一个爱对待众生，或者你做这个功德的时候就是我的功德是我最终是希望透过这个功德，然后就是一切众生能够获得圆满菩提，离苦得乐，这就是殊胜的一个动机所以就是三把的中文经常翻译就是意乐，也就是动机。
第三个呢，就是做事情的本质的力量要强、要大、要广、要深。譬如说，你念嗡巴德萨多萨玛亚曼的巴拉呀，就是念金刚萨多心咒，你念10万、20万，而且念的时候非常专注的，不起任何的妄念，然后就是这个就是金刚萨埵很圆满的状态当中，你那念诵功德非常大，尤其是可能你念的时候是跟大家一起共修，或者跟这种一个殊胜的日子里面，然后你念的过程当中很圆满的一个状态的，那个事情的本质比较大，它的数量上可以大一些，本质上也有这样的啊。譬如说今天做一个这个放生，那你做很多放生，本身这个本质上呢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功德。所以呢，不是受戒、忍辱、禅定、智慧、清净，全部有这样的一个本质。所以这个本质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本质呢，那就是这是一个殊胜。尤其是比如说你今天呢，做的时候，你今天要做一个会供，你们听过会供吧？那会供的时候呢，要供一些食物供食物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是好吃的，我自己留给自己吃，这个是可能过期了，所以我就是要供给诸佛菩萨。那样是你做功德的这个用的这个本质的这个用的东西第三个呢，其实有时候做事情用的这个用来做功德的这个东西呢，也就是很恶劣的，这种动机是不好的。但是呢，你很贫穷的一个状态当中，你家里只有这样的一个过期的东西，本来就是属于你自己要吃的，但是你舍不得吃，还是要供给菩萨，那这个功德是特别特别大。所以这个本质的好和与不好呢，也没有实际上的本质好不好，因为本来佛菩萨不是要嫌弃你的这个吃的好不好吃主要是还是跟你的动机有很大的关系的。这就是第一个三殊胜。第一个是福田，因为我们都是累积资粮，要成佛要利益众生然后就是一点点的，比如说你今天要这个一笔钱要放在银行里，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肯定是觉得哪一个银行的利息最好，我就是要放在那个地方，因为这是很正常，这是应该做的事情。本身你对钱的这个有一个概念嘛，我们是俗人一样的一个比喻。你今天做功德，肯定是没有任何人不想这个功德做得更大更殊胜。那这个要做得更大更殊胜的话呢，第一个要考虑可以考虑这个第一个殊胜福田，第二个就是动机，第二个呢这个善事，就是进行的这个善业的本质。那第二个呢，特别与大乘佛法有关系的，因为前面讲的里面虽然说动机，但是这个动机呢不一定是菩提心好的动机都不一定是说是菩提心。比如说一个阿罗汉，一个小乘佛法的一个修行人，他可能觉得我这样的修行，我要远离世间八法，我要一心一意的要去念佛，我自己希望能够解脱，当然是一个好的动机所以说这是不好的动机而且他能够证得阿罗汉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但是是不是菩提心不一定，这是不一样。好的动机都不等同于菩提心这个要厘清的地方。所以第三个呢，第二个那个三殊胜呢，特别是大乘佛法的修行的一个动机，因为这个里面非常明确的说，潜心发心殊胜就是发菩提心，真心无缘殊胜，结心回向殊胜。这个原本是龙钦法大师的著作里面
有一句藏文叫 Yorwa semkid uji migbahmi jila ngowi yonsi senjirna tarlum jobi jiba nansum，应该是如意宝藏论里面的。所以呢 Yorwa 就是加心， semkid 就是发菩提心， uji 就是真心， migbahmi 就是无缘， jila 就是结果结后，这个是结心。我就是会想试着能够具有这三个条件，三个殊胜的条件，他能做不及吧，就是走向解脱的最宝贵的这个修行的这个珍贵的东西啊，这是龙钦巴大师说的。所以后来像密蓬仁波切的著作，巴珠仁波切很多的高僧大的经常也强调这个三殊胜。而且啊，密蓬仁波切特别说，这个里面已经这三个里面已经包含了所有大乘佛法的修行啊，这个我觉得比较重要。为什么呢？大乘佛法的修行都是归纳为这个菩提心。菩提心有世俗菩提心、深意菩提心。菩提心有一个叫三教方便和殊胜智慧。所以首先呢，我们用圆菩提心和行菩提心的这种发菩提心，还包含皈依啊，在你的这个发菩提心非常重要。这样的话呢，就叫做谦心发心殊胜。然后真心无缘啊，无缘这两个字，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对佛法的冥想比较不熟悉的人来讲，稍微有点难。但是我今天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解释的话，无缘所强调的就是空性智慧，无我空性智慧。无缘是什么呢？缘就是对境所缘嘛。所以呢，无缘就是，而且有时候缘呢就是执着的意思。缘什么什么，缘什么什么，缘是执着的意思。无缘就是不执着啊。用这个层面来讲的话，更容易。mikba 就是有点更执着，你愿什么什么，有点攀缘呐，攀缘，不攀缘任何，不执着任何的这个万事万物的时候，你色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那个究竟的空性智慧的境界呀。那这个和真心全部的大乘的真心都是这个无缘吗？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可以做布施，但是这个布施的当下有这个智慧的修行，有这个空性智慧的修持在里面的话呢，你不会觉得我的角色很了不起，我是施主，他很可怜，我就是可能还是可以，就是有点看不起的，不会有这种的。因为你知道这是三轮体空，实际上这是一场梦一样的，不是实际上就是都是一种虚幻的一个存在。只有你自己能够知道这个道理后，你做事情都是很自然，因为你没有太多的过度的自我感啊，没有自己过度的执着啊，所以这个状态当中就进行菩萨行的时候就更顺畅，更圆满，更能更谦逊，这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所以真心无缘也并不是说是什么都不执着，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发呆在那边，不是这种意思。而且是你内心呢完全脱持一种彻底已经这个看破了一些轮回的这些我相、人相、众生相、寿命相。所以呢，你又是很自在和不执着，但是又是非常，因为你就是这个犹如莲花不着水，一如这个人也不着空你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大乘，那你的这个行为上呢，你可能会就是做的比任何一般人做的更伟大，
做的更加的这种怎么说就是广泛啊。但是呢，这个也不影响你内心的这种无缘的精神。无缘就是无执着的一个状态。无执着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明白空性道理啊，你明白无我空性的道理，就像龙树菩萨、升天菩萨他们讲的这个中观里面所讲的，还有般若金刚经和般若心经里面讲的，这就是大乘的一个修行的真心。如果你没有这个，你不能断除我这烦恼障、所着障，对不起，你有菩提心也没办法成佛的。所以成佛先要潜心发心，真心无缘。这无缘就是无执着的状态，你断除一切执着的一个无我空性的精神，这个也就是说空性智慧。发心是善巧方便，智慧是空性智慧就是智慧，所以智慧和方便双运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叫资粮道和福德资，福德资粮和累积那个智慧资粮。无缘殊胜其实是智慧资粮。如果是你一个刚刚学佛的人呢，就是对大乘有信心，但是不太明白这种修行的这个一个极高的那些境界的话，那也没有关系。当你做这个佛法的佛行的任何事业的时候，你持有一种正知正念、如理如法的一个心态，你向往这种无缘殊胜的一个境界的一种追求性，也就是慢慢，因为这是缘起，慢慢会你和这个法会容易相应的，这就是实际的过程啊。OK， 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结心回向殊胜。结就是中介的结，结心回向就是最后要功德回向一切众生。这个回向就是有三轮体空的回向，或者就反正就是你所做一些分享。这种分享呢，为什么你要分享呢？因为你当初发菩提心的时候，你说我愿意承担一切众生的这个安乐，给这个一切众生能够获得安乐是我的一个责任。我从今天开始，我是如来之子，我现在开始就是我也是一个菩萨。为什么呢？因为入心论的第一品里面说，当你发菩提心，你就是开始已经是菩萨的身份。如果我是菩萨的身份，利益众生是我的这个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我的一个我的责任。那我的责任的话呢，我今天所做的功德，我应该就是第一事情要分享给众生，因为众生现在在轮回里面有痛苦万分的状态，而且他们都是曾经是我的父母，我应该要回向给他们。这就是回向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希望他们能够脱离轮回，获得解脱，获得圆满菩提的这个佛果啊，这就是回向。所以我觉得这两种不同讲法的这个善殊胜呢，我们任何人自己做就是公修的时候都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这边也有经常有这个推荐大家公修的，比如说这种这个比如说这个呢就是四臂观音。那这是我们修四臂观音其实是很简单的仪轨，就是在四臂观音的仪轨那这个里面有这个皈发心啊，然后中间呢就是有他的观音菩萨的七心文啊，后面就是有回向文。经常任何的这个公修也一样有这个要求的，所以我们必要了解这个善殊胜是什么，而且用更多角度、更多大师的不同说法去了解的话，你对善殊胜的这个认知和概念会变得更全面、更完整、更圆满。再会，扎西德利。